市民心声，大家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市民心声》节目。去年年底11月26号投票日呢，只剩2个月哦。那么目前呢，咱台南市确定已经有5位候选人要来参选台南市长。今仔日咱邀请的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，到咱节目当中，咱来欢迎台南市长候选人贾良介，梁介先，欢迎你。嘉顺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非常欢迎梁介先吼。进前呢，顶一道来参加咱的节目是伫个今年的3月份，迄阵呢，国民党搁咧进行吼市长的初选啦吼。好，来即马呢正式提名，后要来参选台南市长以后呢，伫个9月1号，咱贾良介呢嘛正式去登记来参选台南市长。咱先来看东江的新闻报道。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，伫党籍议员甲支持者当选车中，往着选委会前程，要来登记参选这次的台南市长选举。谢龙介表示，台南已经有30党无政党轮替，应该换人做看卖，才知影好歹。同时也表示，一直做一人4党，就让互市民怀念40党。30党无轮替，换人做看卖，比较才知好歹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乡亲，30年来，恁辛苦啦。会使讲，30年一党执政，咱看到愈来愈稀微。尤其合并了后的台南市，快乐的出旁，变成悲哀的愿望。伫咱10门客北。会使讲人人怨天在地，所以台南需要改变。咱甲台南市民请求4年，恁互我4党，我做到互恁怀念40党。谢良介也提出夜政见，互老人有健保，囡仔有营养午餐，少年人加成家立业。6都的老人健保，你甲想看卖？敢若台南市还搁咧保，还搁咧烦恼。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拢有补助，敢若台南市无。国中小营养午餐，全台湾有9个城市唔免钱，咱台南市就是第10个城市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老人健保免烦恼，营养午餐食较好。少年人生囝，即马恋爱唔敢结婚，敢结婚唔敢生囝，敢生囝惊饲袂起，非常的为难。所以我提出。生育的补助，第1梯3万，第2梯5万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南下陪同谢龙介登记。朱立伦也表示：民主社会，民主正义，正当正义，来啊！因为你站出来，要民主正义，咱需要民主正义，改变。贾良介当选市长开始了。贾良介，贾良介，贾良介。哇，所以呢，这个30党啦，拢无政党轮替啦。那拄则呢，咱看到伫个现场，那么咱贾良介候选人呢，又来讲到。伫个关系合并以后呢，咱台南市的咱讲是10门客北大家就是怨天尤人哇，真正是无法展开安尼啦，对无？所以这个部分对一般人来讲，要做市长拢会要竞选连任，会当一直做较好。但是你是4党，你要只做4党，而且要互大家怀念40党。市民转一票互我，就等于选2个市长，选2任的市长。是。因为即马市长伊是安尼啦吼。无担当，无魄力，大家市民拢感觉这市长无够魄力。啊，一个当选吼，3、4个咧做市长，有人专门咧做迄个照顾的啊，社会局啦、民政局，啥物工作拢因家己包咧做，风评作歹啦。是，你安尼讲，大家应该是知影是啥。当然啦，我毋免甲你点名，你家己讲啊，迄个嘛算市长，迄个叫做地下市长。哦，啊，佫有一个呢，佫较正港的地下市长，就是甲迄个毒的路石带伫地下。遐嘛，佫一个地下市长，哦，迄个嘛是地下市长。是民进党中央的高级干部，啊，因拄算一个集团，啊，佫后壁佫一个庄敬人，迄伫台北去互单局赶出去，高雄赶出去，去台北佫互柯 P 赶出去，骹手尖拢无清气，即马就是伫黄伟哲市长你后壁，
我甲你问看，你有熟悉无？你讲无，你也无熟悉，你也够奇怪哦，对不对？姓洪的洪大杰，你也无熟悉，住伫台南地堡送互大的，啊住送的厝，你拢住迄，啊恁拢逐工伫遐咧合理合说咧吵啥物？所以这个已经大市长看见未来8档，放一个还佫算袂歹的基础，哦，这关键还佫算真风气真好。结果这3、4档起虎乌白来，哦，这关键败害，所以我要找回幸福的未来。幸福的未来，老人健保你甲想看卖啊？咱台南人加缴10外档，真可怜呢。咱毋是二等国民呢，对毋对？咱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，拢总补助，一个月826块毋免缴。是安那？你缴826块，一档就9912啦。哦，10档就10万啦。所以我主张就是补助1万，补助甲够。哦，你毋免健保局起价，起60，一档我佮加补你72。伊即摆听到安尼讲，哦紧张呢，遐足侪老人甲讲，人谅解也要替阮报哦。啊，你若无要报吼，你就会倒安尼啦。我伊即摆惊着，即个顶个月议会开议，上吴胜书记讲伊也要报，明年伊要报3000，要甲恁报3000，我报1万，伊报3000，你看拍3折。所以人即摆市民菜市仔拢讲黄伟哲叫做黄三折啦，照顾老人拍3折尔。哦，这老人是尊严的问题，公平正义的问题，毋是菜市仔买菜咧出价，对无？6都有，咱就爱有。伊讲会倒，咱台南市负债578亿8000万，安尼会倒。高雄负债3000亿都无看伊咧倒，啊，安尼咱就会倒。咱逐暗嘛拢有咧倒，逐暗咱若时间到拢会倒，天光就爬起来，你惊倒？倒啥？政府会倒，啊，你共花甲会倒，你搁好意思选连任？哦，所以这是会晓做的大家清闲啊，袂晓做的大家你就枯燥情啊，逐工伫遐哭哭撞，伫咧撞啥？对无？所以对症下药。毋通上的毋白，啊疼的了甲溜皮，啊选迄个市长无路用。所以我是因为要恢复苏南城老市长迄个马上办中心，市长室开到下暗12点。恁要来真情毋免请假，你下班食饱款刷，你较来。我若无伫遐等你，啊，搁有副市长伫遐等你。台南有2个市政府，2个市长室，一个伫新营，一个伫五期的安平遮。所以每一暗这2个所在，一定甲你通知哦，到这个12点，啊，你上好10点以前来啦，啊来我就泡茶甲你放茶，因为啥？真侪人入去市府办公去互苛刻，这基层这人，这局长组，毋是好物的啦。哦，啊我甲过啊啦，哦，恁当啊南满，我就甲你过，哦，所以未来一定要用霹雳的手段，带动这公务人员的风气和端正。所以，伊毋甲你办，甲你刁难，你做你来市长室，我甲交办。伊若毋办，我就办伊。哦，对无？这叫做马上办中心。这苏南城老市长，值得咱怀念，就伫遮啦。所以，我已经用着我生命精华4年来拍拼为这个台南市。因此，我一日16点钟，我甲伊讲，我袂选连任啦，我就是做这4档。我互台南市做一个改变。老人健保免烦恼，营养午餐爱愈食愈好。伊讲安那讲，营养午餐吼，家长咧拿1个月705。伊讲安尼营养品质，我拜托你是这是倒一个月迄个理论啊？恁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，你交营养午餐的钱705，含我市政府交钱705，共款遐厨工咧煮，品质好歹是管理的问题啦。台南市。2000几个囡仔食品中毒，食营养午餐，全台湾第1名。去有处理，这是咧管理啥？吼，你钱甲变了，咱一日40块就对啦，吼。40块的菜钱，我甲恁讲，真正食伫囡仔身躯顶，差不多24块至26块。剩下就加数钱啦，拄工啦，有诶无遐工钱摕掉去。你即摆50块，敢有当买一个便当咩哦安尼？台南市即摆一个便当上少爱65块呢。我安那买就对啦，啊若鱼肚就对，沙巴鱼肚100印呢，毋是一片呢，半瓶尔呢。哦，安尼即摆是安那，毋免着爱重视这，所以我讲专业，台湾有9个城市啦，花莲县、宜兰县、新竹县、新竹市、彰化县、南投县、金门县、澎湖县、连江县，
一9个县市营养午餐唔免钱，咱台南就变做第10个城市。虽然6都内底无人讲全部唔免钱，但是台中伊补助伫营养午餐的钱，比咱的中午省较济，比咱的营养午餐缴的钱较济。咱有144000个囡仔，所以老人健保报了18亿，那么营养午餐才报了8亿，一档1000亿，咱用26亿至28亿来照顾老人甲囡仔，安尼敢无合理？当然合理啊！所以才真侪老人拢甲我讲，亮哥，你无讲阮毋知呢。我去去问阮高雄的亲家，较知影讲人因拢毋免纳。我去问阮台中的亲母讲，因拢毋免纳。我干那咱台南市，才乌你送乌我送，你即马是安那？咱台南的老人软敢若麻糍的，啊因遐人拢硬敢若铁安尼哦，吼，因较硬就对啦。啊，咱台南较好去，所以即个团队无达伫你信，因安那？因这团队恶质到什么程度呢？咱毋免做，台南人会搁转互咱。你看偌可好咯，讲因毋免甲咱做，咱台南人会搁转互伊，换看卖啦，30年无轮替啦。换人做看卖，比较就知影好歹。4档毋免4档，一档做了歹，你就会使甲我罢免啦。你互我变化卖，老人健保免费，营养午餐免来，我先啊一直会提出这个福利政策。对。合并99年12月选了就职。对100年开始，前5年100、01、02、03、04，这5年平均咱台南市出事的红额啊，15500个。那么105、06、07、08、09，第2个5年，咱台南市出事的红额啊，对15500降落来12000个，一档减3000个。各位市民头家，你甲看卖啊，过来。去年109着来110年，110年剩偌济？你敢知？出事剩9634个，9634个，破10000啦，无生无10000个啦。所以咱黄市长做3年外，咱的台南市人口减3万外。今年更较严重，到6月底剩4346个，就是表示到年底袂超过8800。少年人，我甲阮囝讲啊，我细汉烦恼你袂大，大汉烦恼你毋娶，哦，啊是要安怎？即摆少年人呢，爱佚佗，爱恋爱啊，吼，无爱结婚啊，啊敢结婚呢，毋敢生囝，敢生囝惊饲袂起，安尼咱的城市就愈来愈稀微呢。所以我提出生育的补助，第一胎生囝。补助3万，第2胎生囝补助5万，你第一摆生双生就8万啦哦，所以咱这市民头家，你来看这个电视节目，你就知影。第一胎3万，第2胎5万，哇！咱黄市长真心实，听到我这个政策讲，哇，有，我们台南市现在也有5万哦，有啦。我甲恁讲，咱即摆第一胎1万，今年啊开始啊，去年已经6000尔。第2胎12000，第3胎、第4胎3万，你生第5胎，伊补你5万。第5胎阿婆啊生囝就真拼咧，你敢知影？所以第1胎3万，第2胎5万，毋是安尼尔哦。我带的是等于3万变6万啦，为什么？出事了后，咱 baby 啊，小 baby 出事啊，你爱下尿珠啊，对无？3岁0到3个月。平均一日爱下8地至11地，哦，一日咯。所以所有尿珠啊，厂商世界的厂商统计，一个 baby 出世到甲伊毋免打丢，毋免搁下尿珠啊，吼，爱下4000领，4000领哦。4000领就等于爱差不多了，较高买3万外，较含慢买4万外啦。所以你看咱即马这少年的爸爸妈妈，若拜6时啊、礼拜时啊，拢咧看迄个拍卖。倒一间尿珠啊，咧拍9折、拍8折半，靠9折半，啊，就冲去买啊，毋免啦。即马明年开始，尿珠啊拢毋免，因为全世界足出名的尿珠啊，有伫咱台南生产，咱台南有迄个工厂，足出名的。我来和你讲，S、M、L， 你若生着迄个4500克拉公克的啦吼，公克，迄个 XL 有哪有？我有哪有迄个特制大领？所以毋免烦恼，尿珠啊拢毋免烦，安尼你等于迄个尿珠啊钱就省3万啦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于补你3万，搁3万，
哦，我替你下了注啊，安尼你看，即个市长有亲切无？你选呢，规日敢若咧上空上芳，上因的利益尔啦。伊无咧顾虑市民啦，伊无做讲，伊无做，恁会搁转互伊。我对即句话我听了是真生气的。但是无要紧，咱爱坚定。了珠啊，补了，还要搁补啥？吼，了珠啊补了，还搁有。台北遐个囡仔吼，查某囡仔要转来甲我讲啊，伊讲啊，等于台南吼，啊空气也无较好啦，吼，啊啥吼，压力足大啦。啊，我就是咧台北就是要趁钱嘛，我有趁钱有经济，我毋歹当饲囝。但是呢，医学个统计就是讲35岁以后吼，咱的卵哦，女性迄个卵会愈来愈退化。对。所以生囝上好是伫35岁以前生嘛。哦，安尼啊，我讲安尼袂要紧，杨介兄甲你帮忙。25岁到35岁，你若是要动乱就对啦，卵要动起来，吼，零下180几度，甲冷冻起来。啊，你到40岁、42岁、45岁，啊，经济袂歹，甲想要来生育，吼，养儿育女，安尼袂要紧。我一个人补助3万，3万哦，吼，啊，遮少年的迄个女性的朋友就甲我讲拍拍手，哦，我要甲你放烟火。讲你即个政策好，咱别个县市会当安尼做，咱嘛会当安尼做啊。哦，过来就是讲，伊有薪啊啦。咱若通常一般有薪差不多2个月过吼，2、3个月过，8礼拜、10礼拜过，你来去做健康检查、产前的检查。哦，啊，产检的时阵呢，我补贴恁20逝的车马费，20逝，会去20摆吼，去一摆，啊，转来一摆，你去检查一遍就算2逝。所以你检查10摆的车马费，拢互市政府来甲你关怀。哦，安尼就是大家欢欢喜喜，伊毋较敢生。无你看，一年培蒙，一年少人，你甲看有影？对15500，赖清德做市长，平均咱出事15500，所以伊看到未来啊。我到后壁12500，黄市长到即马剩8000几，大家看到你做甲安尼毋敢生啊。所以互我来做，我不但要恁怀念40冬。要搁互恁生足侪囝，哦，大家儿孙满堂，啊，你看卖啊？老人健保，你即条我补助你，你毋免答，留咧互恁孙啊讨糖柑嘛，对无？恁新妇搁替你加生一个，哦，这阿公阿嬷大家看即个节目，你就知影，咱来营造做一个快乐的城市啊，快乐的城市。是哇，所以这证件吼听起来足简单，但是要做到吼，像现任就做袂到啊嘛，做袂到，因为哪？伊钱黑白开嘛。我即摆甲大家讲吼，赖市长虽然离开台南之前有起一个办公室，哦，迄届起办公室，我相信真侪市民拢真疼，吼。你敢知影？咱敢若起价只办公室办官，个地价税，咱一单加几亿？你敢知？加30-40亿，对，30-40亿开始。遐钱摕倒，吼，摕倒啊！我问伊讲，啊，你有做啥物建设啦？黄市长，你有做啥物建设？伊讲，有啊，你看迄百外环的，哦，歹势，迄条百外环是赖市长做的，毋是你做的啊，哦。所以你就知影讲吼，因就是不做不错的迄个观念，意思讲伊若มั่做，咱就袂检讨伊啊，哦，咱票会搁转互伊啊。你想看啊，你甲互伊8档。伊实际做的是2档我尔，你互我4档，我甲伊做8档，4档我甲伊做8档。我上班16点钟，所以足忝的啦。我用我的性命来拼，哦，拼了，恁就知影讲，我毋知影碧顺伊几岁啦，吼，伊的年岁大概就是伊没有同人，无童年的迄个年岁啦。我讲你听，咱台南囡仔40岁以下拢足可怜，恁这摄影师这拢40岁以下拢足可怜，为啥？60年前哦，咱台南有一个东南亚上界水的儿童乐园，叫做天然儿童乐园。做10档了后，伫50年前改做元宝儿童乐园啦。哦，迄阵台北、新北、哦桃园、基隆、香港、新加坡，因的毕业旅行拢爱来这个乐园坐云霄飞车。有啦，元宝乐园云霄飞车我坐过。对，啊，你我看即摆的少年人，伊无即个童年，为什么？因为市政府迄片的乐园哦，起大楼，啊，伊有甲约束哦，你趁钱，但是你还阁找12点找一块土地，一片土地你还阁甲阮起一个儿童乐园，无起啊，厝卖的钱趁去，儿童乐园无甲咱起，所以咱遮个人，咱这40岁以下的囡仔。
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若要出来佚佗，学校要毕业旅行，都爱去迄个什么4福村、5福村啦，再多一幅啊，所以真辛苦咧。啊，我即摆未来我会规划，我可能会去，我昨有答应，昨日我有答应麻豆的乡亲，我要囥到麻豆啦。哦，要囥麻豆。第一个主导，因为咱市内才上客啊啦，交通哦，台南的交通搁作乱咧，我搁甲你讲，我交通要安怎甲你解决？哦，啊，麻豆遮拄好安那呢？有中山高，哦，有二高，啊，才有西线有即个61线，啊，北平有82线、84线，吼，84线玉井，哦，即线。南平有国道8号，所以住伫即个区域内底，啊，你上南平呢？我伫南科，南科即马嘛塞车塞甲，哦，所以来，迄日麻豆一个乡亲，我咧做谈话，伊起来甲我讲，蒋议员，恁要承诺啥物？民进党30党伫阮麻豆拢无做啥，啊无留啥落来，较早恁国民党嘛拢无，无你甲我讲你要替麻豆做啥？哦，我有刺激一下，我讲这位大哥你嘛毋茫啊大声，哦，马紧我知影，我本来有一个游乐园的计划啦，就是主题乐园，哦，譬如从《冰雪奇缘》这款的，哦，Elsa 这款的，囡仔足爱，是，哦，啊因为伊爱甲人签约，哦，爱甲丹麦这边讲，哦，啊甲世界遮，我引进这入来咧主题乐园，哦，我同我讲啊，你讲安尼有理。哦，民进党30党，执政30党，对麻豆无留一个啥物建设，安尼我真谅解。我着先甲即个主题乐园囥伫麻豆。伊讲你讲有影哦，我讲有，我讲请问你叫啥物名？伊讲伊叫做王太良的款啦。哦，我无啥叫，我有叫人甲我记起来。是。我讲即个乐园，我做市长，即个游乐园若是起起来，大门口迄粒石头顶头，我着会写讲是王太良先生建议。所以，这个乐园从我囥伫麻豆，哦，这就是我处理他们对谈、和乡亲对话。你有意见，你甲我讲，哦，啊，我就会甲你处理，啊，咱来共同面对咱这个美好的城市。所以未来咱台南的囡仔，伊就有一个梦幻的童年甲回忆。啊，无你看，因大家第一母弟母狗做30档，我问伊有做着啥物？我是一个做务实，因为我自做囡仔就伫遮大汉，我拢无离开台南市。因是读册读了转来，还佫转来，因根本对台南无啥物土地的感情，我无骗你，我是真正疼惜即块土地。我深入农村，深入渔村，我甲渔民，哦，你饲沙巴鱼、饲石斑，你有啥物困难？啥产业我了解。我去到麻豆，因咧交大果咧交，所有的果农直接甲我讲啥问题，我对答如流。哦，我是安尼咧关怀，因咧做假新闻，啥物？文旦销售一空，昨的新闻哦。麻豆文旦销售一空，伊搁敲电话去叫总干事解说呢。你看我不懂儿，靠！你做市长叫人去解说，因为我去现场关心嘛，伊惊嘛，农民拢甲我投诉嘛。哦，大个层级重工大国收购无上限，当去无上限。哦，即马来昨讲收购一空，今仔开始。30几个产销班啦，吼，30几个迄个，规个班长加起来30几个，因咧农民都差不多400-500个啊，果农，一个人要搁甲因收1000斤，对毋对？啊，老费啊嘛，啊，你毋是讲销售一空卡要搁甲收1000斤？对啊。你敢知即马麻豆我今仔录影是9月15啦，新历9月15。麻豆你啊看嘛，看因倒厝内，逐个搁剩偌济。我即2日咧想办法，想看会当叫人来加减买，买来做互公益，哦，我来义卖啊，甲捐互公益，啊，互农民呢减轻损失。咱是安尼咧面对问题。今仔若互我做台南市长，农业、果子、通路，毋免一定着大陆哦。我有通路，为虾米？我毋是像因安尼有喙无心，寒人加烧金呢？咱台湾人是到中秋到，就无食油啊！我问恁中秋过敢有搁咧买油啊？一定真少啊！足少买。我甲你讲，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中秋过因还搁咧食油啊！所以以色列的油啊，人嘛是有咧外销。哦，大陆的沙田油嘛是咧外销。是安那你无要拍即个市场？我若一年啦，来甲即几个国家啦，莫讲大陆啦，吼。
大陆若有开放，我有哪有才调去卖嘛？啊，若无遮个国家，我一当甲买拜托伊伫中秋过，甲咱买100万斤落去。安尼是毋是咱的果农就毋免急要采收来付中秋的市场嘛？哦，无每一年同款的故事拢咧重演。对啊。无道理啦。哦，当你做记者较侪当啊，逐当都咧报即个油仔的代志。哦，啊，谁若无人要去解决？互有心的人做看卖啊。哦，咱这农友、渔友，哦，大家咱斗阵拍拼啦。哇，所以吼，这个食龙界候选人呢，伊吼包括着老人啦、少年人啦、儿童啦、吼妇女朋友啦，等等吼，啊，还有咱的农民吼，全部拢有照顾着。哦，但是这是证件，就是说讲出来绝对做得到。不是很多钱啊？对啊。无真济钱啊，啊，还有北漂的，我讲互你听。我去台北录影，当下拄着咱台南囡仔，伫遐食头路。伊讲伊趁4万5。要到5万，但遐敢税厝就18000啊！伊无当去税8000的呢，真奇怪啊！有人会当税8000，因无，因税厝拢爱18000。税8000佫嫌贵啊！18000啦，你看4万5扣18000啦，吼，伊剩27000啦，对无？伊要安怎食饭？要安怎生囝？要安怎娶某？毋敢。啊，伊若转来台南，伊无4万5环境通互伊趁。我讲无要紧，你转来创业。你有know how有创意，早转来，哦，转来。伊讲毋过我转去吼，我大就有问题啊。我讲你遐问题，恁兜就转去恁兜大了。伊讲无啦，了解影。阮爸爸妈妈吼，因咧庄骹啦好啦，还是市内，伊讲因咧做事的时间含我无共。因拢9点就困啊。啊，我转去要创业，我一定会拼到11、2点，有当时啊翻点。所以会影响到因作业。我无转去无代志，我转去因拄好较早去。对无？我敢若互伊吵一个，袂困一啦。脑神经衰弱啊！我讲哦，安尼你有效，安尼好，安尼龙介兄甲伊想一个办法，就是咱即马即个社会主体啊，青年主体，哦，我用一个006688，这较早张灿宏捌甲我讲过，就是咱台南人林信义咧做副院长的时阵，咱即个科工区遮。因为租袂出去，所以张灿宏市长伊去甲林副院长讲，啊，佫无堪安尼，单互厂商006688这个案。第一档、第二档毋免钱，吼毋免租金。对。厝互你大，你毋免纳租金。第三档、第四档租金我若7000，你拍6折，交4200就好。吼。第5档、第6档拍8折，7000你交5600就好。啊，我6档互你拍基础。你未来就有20档会当进步，啊！你6档基础拍在，你要买大厝要安怎？招恁爸爸妈妈做伙来大，就 OK 啊。我伫台北看面遐讲遐少年啊，哦，安尼我要转来台南，你若当选市长，我要转来。我讲你上好赶紧转来。哦，所以你看伊要转来，伊个会顾虑着爸爸妈妈的生活习惯，较伊无共。所以这少年人真友好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安尼，我来满足因。青年主体呢，就用这个006688。哦，安尼呢，咱未来啊，毋免去用伫啥物咧梦时代迄蛋黄中的蛋黄，无人用安尼啦。遐咱分250间啦，黄市长讲要遐做社会住宅，我白来，你真正袂晓换价嘛。遐我单交互建商去就好啊啦。250间我甲你换来徛，乌多摆若5分钟、10分钟会当交，就算袂歹啊，交通算方便啊嘛。咱少年人就徛遐就好啊，安尼250间我会当换600间，你听有无？我遐蛋黄对啊，蛋黄区啊，蛋黄中的蛋黄，对无？国防部小东路遐有无？对。哦，迄分的，咱会当分250间。啊，我是毋是甲遐我单交互恁建商去卖？啊，恁整体，我若刷来较边啊遮，我会当换600间呢。哦，啊，我将来用即个都更的容积率转换的概念，哦，啊，我摕到的迄个青年主体无要卖啦，就干那要互少年人大尔啦，创造互少年人。较有优势的竞争力啦，哦，啊，最主要搁来生囝、公托啦。我迄顶礼拜去新北市考察，带咱的议员去新北市哦考察。新北市拢总公托做几间呢？120间。啊，咱台南市做几间？恁敢知？12间，12间。10倍。12间。啊，人迄一个月0到3岁，一个月3500尔。因为政府有补助嘛，5000嘛。啊，咱市长伊的证件开出来讲，哦，伊生育补助5000，啥物？
迄只毛白片无实在是，迄是中央补助的。我无写，但是我有哪有，迄中央补助的，中央政府生囝育儿津贴就是5000，哦，迄中央补助的。啊，咱即摆就是你来摕来夹，你请年母即摆一个拢要到2万呢，请年母啦。对。哦，所以我甲你讲，这保育员，哦，啊，咱好的环境，啊，有魄力，甚至用迄个农机转换，就咱即摆台南市真侪大楼嘛，吼，啊，你的大楼呢，管理室一楼拢管理室，剩的就无咧用啊，啊，恁就住伫顶头啊，所以。人新北市就讲，伊含建商特协，你一楼这管理室边啊，才有150坪，就交互市政府来做公土。你看迄环境偌水，哦，啊，市政府即马装潢了，伊就入去经营啊，委托经营，保育员入去。恁大楼啊，要去上班，囡仔当放喺楼骹就好啊。但是名额伊甲你限一半，剩的一半爱外口，啊，佮帮助弱势者。所以人是安尼咧做，咧拍算。安尼人因唔较会囝愈生愈侪，莫怪咱遮无人敢生嘛。对啊，哇，所以这个谢龙介候选人呢，讲的家吼，在政见呢，真正东西做实在很实用的啦哈。就是我们的民众，不管是老人、儿童、年轻人、小孩、成年人，全部都很受用。好，啊，咱来讲就讲哦，汉你好的政见，当然爱有人支持呀，爱这你爱这市长，靠有法度去实现嘛，对不？我即摆拢伫庙口演讲嘛，啊车队车顶演讲啊，含乡亲做百庙祈福活动嘛。礼性的呼唤，我已經90間啊，90間啊，哦，我會繼續拜到11月25啦。所以吼，這禮性的呼喚就是咱禮性的對話。哦，啊，我含鄉親的，你有啥物問題？你希望安怎？像下晝這個時間，咱錄影這個時間，南科遐就有一個烏多擺右轉道，希望騎烏多擺的人會曉甲我反映。啊，因就是甲市政府反映，因唔插伊嘛，所以我今仔日就叫阮服务处去会勘嘛，哦，啊，叫因出来看嘛。我这2禮拜过，我骑奧多擺要來直播，就啥啊？直接去南科上班，普通時啊，無塞車20分就會到啊。結果若上下班的時間，攏要45分啦。哦，很尼久。啊，所以迄就是安那塞車，所以你愛家己去體驗，你才知影講要安怎克服，對無？啊，開車嘛共款趁的，要去南科上班嘛共款，攏加20分出來。所以台南的交通北外環若起好，南科才會當偷差不多30-40%的車流量啊，哦，會偷一寡，無法度解決，袂當緊啦。所以一定愛閣有另外愛閣做一個建設。啊，你無要做建設，因為你行南罵嘛，啊，迄條路偌清潔做，無像你甲我講伊閣做啥物？市民頭家，你講我聽看覓啊，我甲問伊是。無法度啊，無法度講，伊咧講偌清潔做迄條北外環爾。哦，啊，像呢，你要做啥？你敢知？無啊，無恁敢有感受到伊有做啥物？所以你互我做看覓啊，我來甲你拼4檔。哦，我4檔我認真拍拼。我相信呢，我會當互即個台南市蛻變做一個幸福的城市。哦，我會當互台南市民有一個公營感，一戶二樂3萬甲，400年來，咱即個公營的城市，結果。到即馬溜尾去啊！所以伫溜尾的過程中，哦，包括咱的 T bike， 你若來台南騎 T bike， 你就吐血啊！大家嘛吐血哦，啊無幾個點啦，啊，逐單補助遐濟錢。我甲你講，嘉義、高雄、台中、台北，人逐個攏用 U bike， 啊，迄個系統就攏連起來啊！你毋是，你就家己當啊設一個 T bike， 啊，就真正烏多擺會歹啊啦！哦，當然看是毋是做歹，過來。人行道，人咧行路所在，但不是去互車弄着，烏多擺騎着，這是足無友善的啦。啊，咱的燈仔卡也無友善啊，這攏無要做，這毋免開足濟錢呢，你睇無要做哦。所以這個人行道呢，我去看台北，柯 P 佇台北有一條做了袂歹，人行專用道，伊插超綠色的，迄個人行道專用道，我佇台北咧行，真好。伊即個政策確實袂歹哦。啊，咱台南因為安那呢，街市吼，咱的街路無寬，啊，所以呢，觀光客佫濟，就需要一條人行的專用道。即條這真好，這會改變台南市的迄個吼，咱散步也好，觀光也好，即個地勢吼，交通特殊會改變。愛用腦啦，含咧讀冊共款，讀冊就愛用腦。
若无你就这里读迄里走，对不对？用脑，用心，用心，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即马吼，这个谢议员你的竞选策略就是讲，你照百庙祈福，走90间的庙，后续会继续去听民众的心声嘛？当然啊，对，是啊，我就是拢伫庙口和乡亲对话啊。开始当知影讲因是坐心内我毋知影去到倒一区，啥物问题？爱需要解决。当然有轻、重、缓、急嘛。咱市长毋是万能的，但是咱爱尽量做好。慢慢有可能啦，所以我就是一定爱听市民头家的心声恁来找我毋免请假啦，因拢甲你讲你是市民头家，选了你变奴隶啦，你要去看伊，你就爱请假。你若5点半下班，较要去看伊，你下班伊嘛下班，门口徛2个警察啦，而且佫爱登记的，我佫无一点8个点。你来看我毋免啦，你食饱用款的你较来，我来甲你服务。真正市民头家，我毋是像因讲选举甲你讲甲3明歹势，对无？当选就甲你讲3明歹势啊啦。我袂安尼啊。君子一言一忠，小人千言勿用啊。好，所以其实有多少人拢感觉讲吼，这届选举啊，像讲新北、台北、桃园吼，可能有一些事件，所以呢，变成讲好像媒体都常在报道，炒得很热。但是咱台南这个部分的，亲像拄则你讲的，听着伊咧讲我免做什么代志，我拢有法度动算，好像选情很冷。而且呢，就是市政府他们就是常常会引用一些民调，那些民调呢，拢讲黄伟哲也民调很高。开钱买，包括迄个5当市长遐，因嘛去开钱啊。我讲伊去倒开钱，我拢知，人拢甲我讲嘛。我伫台北出入遐媒体好朋友，含我袂歹啊。因讲两甲歹势呢，我毋要紧树头啦徛好栽，毋惊树尾做风台啊。是。恁做迄假无路用啊。真正民调伫民心内底。恁规个封锁，我要开记者会，我就去台北。做市长，含迄零骨头的业者，3日食2摆饭。我遮优秀的议员都袂当含你食饭啊！你甲看，你含迄业者食饭，佮带人去瞧。你讲你无瞧，你毋是要甲我告，我毋来告，无告我会告你的啦。我较当我专门咧掠贪官污吏的，恁袂记哩啊？台南市民对我是足印象足深的。打击官商勾结，捍卫是非公义。是我忠诚一路行来的，所以品德、才、甲识，这是做一个政治人物、公众人物。无你莫选嘛，你莫做政治人物嘛。我若莫做政治人物，恁若袂当甲我约束，对无？我就会当自由自在啊。为非三者，你就去受法律制裁啊。但是做政治人物，毋是干那法律的问题尔，道德、品德，上不正则下歪啦。上就是顶头这首长，你着歪下底要较会正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所以乡亲啊，品德真重要，品德、能力拢总重要。这个城市若互一个品德无好，爱杀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我讲这是，你甲看卖啊，大创案、牛头牌的案件，拢总摕钱的，过来锁股。苏振清判10档，收第一条钱收50万，伊收100万。若要照这个判，爱判20档，无人要报，笔录嘛有，单立委咧含伊初选嘛拢有讲着，无人要报。笔录判决书、起诉书内底就有伊收100万。我伫议会甲问讲，李恒龙摕100万互你有啊无？伊反应真紧，讲无啊，无我无啊。无因为毋是李恒龙摕互伊，所以伊讲无。你看安尼有厉害无？我袂记你甲问讲李恒龙因大姊敢有摕互你？对啊，伊安尼伊嘛无毋对。所以伊就是因安尼嘛，你钱摕去有立案，是安那无要办？所以中央因咧执政，伊即个案件都我无办哦，怎变办苏振清、廖国栋、国民党的，陈超明国民党的，迄个杨永明有无？杨永明。收200、300，未摕钱呢，有约束要摕钱安尼尔啦。伊一个无悔改哦，就是讲4硬去批，甲法官硬正无安尼，判7档4个月，无摕到钱。黄市长收100万，安尼无代志。无办啊，毋是无代志啦，无办。
啊，做了白啊，咱讲白，了白啊，就是不忠不义啊。我读册时代，人嘛是要叫我做了白啊，歹势，即边无咧变边啊，有诶无诶。我甚至搁去支持党外诶。你问无？你看中产农较会含阮遮好。哦，因为咱感觉讲政府你做了过分，迄阵诶国民党，迄阵我嘛还未加入国民党，所以我拒绝甲国民党当权者妥协。市长是选择甲当权者妥协啊，啊，即摆嘛无人要讲，哦，迄嘛有笔录啊，伊嘛有领钱啊，拢有啊，啊，即摆因无要公开啊，啊，到即个节目恁请我来，我讲互恁听。你嘛足少去听着这个呢？我若讲假，伊这毋是议会呢，伊会使甲我告啊。你听有无？对。哦，所以这就是水不寒无以敌相迫，树不燃无以敌君主。我嘛知影足困难，哦，啊，但足困难的，敢若我会当出来挑战。哦，我甲因的臭坑压出来，互恁鼻芳一下，啊，伊甲感觉讲，换人做看觅，比较才知好歹。哦，农民朋友、渔民朋友。哦，民调好歹，恁拢知影。我去到恁遐，恁逐个对我遮热情会交代，除非你骗我嘛，吼、对毋对？看我来啊，怎啊足热情，啊我走怎啊去错了，袂安尼吧？哦，应该是袂安尼，因为咱的乡亲是足淳朴的嘛。因为我含伊对话就是讲要安怎建设，要做啥，补助老人的福利、囡仔福利，因听甲较早拢无，较早拢无，所以因开始思考嘛。啊，因为因免做，你就会转互伊，所以你就逐项无嘛。所以你即摆吼，准做伊会赢啦，嘛免互赢上济，你就垒2票啊，互谅解啊。恁即间啊，一户垒2票啊，垒2票啊，互谅解，都毋免互伊赢上济。伊就会紧心，你看，我即摆老人要甲你补1万对无？伊即摆紧张着，即摆讲要3000啦，看偌无诚意，拍3折。所以黄伟哲即摆蔡奇亚拢叫黄3折，就是安尼来的嘛。吼，啊，像啊，你袂当照1万补。恁遮互你送，安尼你要转互1万的，也要转互3000的，对无？真清楚嘛。啊，所以我看乡亲对话，因就思考，这互谅解做看卖啊，反正袂歹哦。哦，啊无准伊若无对无嘛，因毋免赢伤济，安尼因嘛会紧张，伊就对咱市民头家较谨慎啊。伊真正会甲你当做头家。啊，你若安尼，伊拢毋免做，你著一直要转互，你看伊会甲你当做头家吗？伊无咧甲你主导呢，所以咱这就是讲，选票伫咱的手，你要做好分配，吼，做好善用啦。你最新鲜的一票，用你温暖的双手要甲投落的时阵，想想咧，谅解也袂歹，对无？1万，伊3000，我生囝3万、5万，伊嘛有5万啊。伊讲叫你生第5个，到尾互你5万，你看遐安尼，我较有诚意啊，伊较有诚意。安尼有诚意无啦？我是对市民，我就是怒我怒急人之怒，又我又急人之忧。别人的老爸，我当做我的老爸；别人的囝，咱当做咱的囝。安尼咱较有法度，甲即个城市当做一个家，遮尔啊温暖来经营嘛，敢毋是安尼？市民头家暗时啊要困的时阵，这节目看了要休困，想一下，11月26要转票的时阵，搁思考一下，投了。你甲我，咱共同来创造台南市的历史，30年的历史。你上好要投票进前，身份证摕咧，叫人甲你翕相，袂使入去内底翕无？等外口翕张相，即张相片，我当选了后，你摕互恁孙看。伊讲你看，阿公就是写历史的人，咱共同来写台南市的历史。将来你的子孙大汉，伊会感觉足骄傲的。30档第一摆轮替是伫阮阿公的手甲转落去。看我是毋是个哦？好，即届咱台南市长参选人拢总5位嘛吼，啊5位内面其中有3位是无党的，啊你之前有讲要成立一个在野大联盟，然后柯 P 也讲说台南上大的问题就是伫咧讲哦这个在野啊，然后无党这边不能团结，所以有可能会让黄伟哲胜选，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啊？毋是讲不能团结啦，不能团结，因为阮咧属性伊嘛是会去摕到绿色的票嘛，哦所以。啊，白色的伊当然，含阮拢共同的理念，就是在野大联盟啊。所以这无问题啊，我嘛真有信心嘛。所以对着挑战者会较困难。因为冷，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你疫情你是袂当出去黑白走呢。
啊嘛无啥当办活动，但是呢，我著透过拜庙祈福，因著袂当徛我啊。我拜庙祈福，我去申请，伊著搁派警察出来甲咱伫啊。我7月，我讲你听，比如我伫7月吼，我伫庙口演讲，你去 FB 甲我看吼，我直播的影片。我讲咱台南市按照编制应该5370个警察。结果咱即马敢若4400个尔，欠要到1000个。对。所以我若做市长，一当我要补200个，7月哦。结果8月就发生迄遗憾的代志，两个警察因公殉职。你警察警力不足，你市长人要警察局要争取名额，你搁共拍枪，伊搁共退回哦，8个哦，黄市长哦。你共退回？退回。所以伊即马叫人这袂使讲。伊甲内底的人讲袂使讲，啊，即个有啥物人袂使讲，惊着啊啦。哦，警察死，你即马讲袂使讲。我迄阵7月我就公开讲，我一当我要补200，200个吼多啊2亿啦，100个差不多1亿啦，吼，编制有，咱台南市1000亿，啊，你警力不足，或者第一线基层的员警，酷总嘛，超勤啦，哦，过劳啦，啊，无就是拼命啦。治安是爱投资呢，你无要投资，你用警察的性命牺牲，啊，开来换取治安，这是毋对的。治安爱投资，啊，投资了100个就1亿，所以我4当，一当补200个，4当补800个入来。啊，但我有我的生财之道，吼，啊，要安怎互即个城市财政的健康，对无？安尼800个，你无这警察入来，你当我甲你讲啊，即个代志会阁发生。所以即马惊着啊！我伫发生代志了，我嘛公开讲，黄市长毋免等到明年，即马议会咧开议，你即马就会当有算送入来。哦，议会就会当同意，毋是你要爱警察就有警察呢。对我搁甲警政署讲，警政署搁招生，搁训练了，毕业较歹落来呢。对不对？哦，啊有啦，伊啊保1、保2、保3、保4、保5遐，遐会当先累一寡。哦，啊你来有算有编出来嘛？啊，因这就是有喙无心，寒哪加烧金啦。啊，所以怎啊做甲曝光大道啊，出代志啊。哦，啊，较来面对，我毋是的。恁去看我的 FB， 我7月我就讲啊，我一担要补200个警察。哦，啊，对警察最辛苦，你爱甲鼓励，爱甲照顾，安尼毋较对。啊，即摆发生这憾事，所以我认为讲，毋是讲我有。微博先知的能力，毋是，因为咱看到问题，咱知影这爱解决，无解决会搁出搁较大的问题啦。对，哇，所以虽然讲咱台南市有负债嘛，但是有一寡钱该开嘛是应该爱开啊。虽然有负债578亿，但是呢，咱的会计剩余款哦，啊，搁有140几亿，170几亿，哦，所以我甲你讲，钱创调的，啊有的啦，哦，我今仔要来录影前，我叫蔡友辉当议会搁较学啊。迄个乌出来啦，偌济钱摕出来做福利啊，对毋对？毋要创迄无路用啊，要留咧创啊，对毋对？迄也毋是你个公款呢，无非恁搁咧黑白相啊，无安尼啦，歹看。好，最近呢，可能黄市长嘛吼，为着要甲竞选连任，所以伊拢会公布一寡哇，台南市什物物件讲，拢伫咧排名，专省啊、全国啊前几名吼，一寡好的政绩拢摕出来讲。但实际上，咱台南市，尤其是伫咧6都内面，做侪拢是垫底的，对无？你较知？有一些还是有人会。治安上歹啊，哦，10万个内底犯罪率上悬啦，脱离的上少啦，老人健保上歹啦，哦。营养午餐补助上少啦，逐项拢上少的，歹的足济的啦。哦，啊，我是都，我一定会整理资料嘛。对啊。啊，6都来对比嘛，所以毋要讲遐543的。哦，你有做，市民就感受，伊就会甲你拍扑啊嘛。较认真做的就好啊，茫规日踮遐咧剪彩啦，啊，踮遐咧哦搬戏啦、作秀啦，无意义啊。将的毋白啊，听会了甲溜皮。沙巴鱼一斤70的时阵，伫裤仔底砍起来70，你走去咧推销沙巴鱼，你是对啊毋对？沙巴鱼一斤20-30块的时阵，你较毋去推销啦。降到70，你较咧去推销。啊，顶个月就安尼啊。哦，你是对啊毋对？啊，油啊当咧年会啊，即么惨甲你像我唱量毋敢出面，啊，阮较去现场关心油啊浪，安尼哪会对啦？你是这就是刀片现实嘛？爱勇敢面对，有问题咱含农民做伙面对，咱含渔民做伙面对，
哦，交通有问题，咱含市民做伙面对。塞车，塞到呢，你敢知影？即摆来到转运站就对啦，哦，也是来到台南车头，放眼看去，一望无际，拢啥物？各个路，废的拢总乌多摆，出租一摆拢几千台，几千台啊！啊，你也想教你一个来观光客来，安全无伫咧，乌多摆走咧，呼，这个中西区安平规个乌多摆安尼蹦蹦叫，车也踢，乌多摆也踢。恁敢捌看到咧规划？未来我的规划上少啊，10个至20个立体机车的停车场，伊有需求啊嘛，啊无你当互伊当酷酷撞要通啊，哦替代性的迄个接驳车，安尼代替轻捷运，为替咱的捷运系统先养客啦，公设停车场啦，即马设这2个停车场，公11。甲水漂阮就当做讲伊做足济，毋是啦，中央补助无够咧，还无够咧啦。因为这车辆你敢知咱台南市车辆的拥有率啊，每100个拥有要到90，咱上济个。为啥物？就是咱遮无大众捷运嘛，大家无要使用大众捷运嘛，所以拢使用家己的车嘛，所以这就造成咱的交通一定会塌啦。所以交通的塌，你要怎去面对？因为除了公设停车场以外，道路的管制，佮号志的管制，你敢知影？咱台南市交通事件率，含新北共款，平平4万几件，但人口伊是咱的2倍哦，人口是咱的2倍。安尼你甲想看，安尼有严重无啦？出事率就对了。啊，咱的号志不良啊，真济啊。何其不良啊！我做议员，我有当时经过看我拢搁敲电话入去，叫因着爱出来处理。搁落雨咧坎坎坷坷啦，落雨天也咧铺担加，嗨，这实在是真正品质就无好啊！我嘛拢常在甲因纠正。伊讲无啦，阮伫工厂伫遐出来，工厂好天啊，工厂好天啊。再来到遮咧落雨啦，落雨你敢知影？雨水也压了，担加温度降落，温度无够，伊就无法度。夯实啊，淹袂湿的爆米芳啊，俗语叫做爆米芳啊，淹袂湿就对，足紧就会起沙啦，所以这工程的品质，你若无法度落实就对，迄种讨债啦，浪费啦，你足紧就爱搁定做嘛，所以你看到迄路海，毋是单做好尔搁咧做啊，这就是咱的问题，无立管，无落实工程的品管。所以其实呢，为这个顶一任啦赖清德市长的时阵，伊就一直讲要把咱台南市打造成宜居城市。但是呢，根据上届新的新闻报道，就是讲，近3冬来，咱台南市伫个6都内面，这个房价是起了上届济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所在就是6都平均每一户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增加率，看人家新北市是6.56万，或者增加每一户。增加6.56万，但是咱台南市的部分竟然见到5229元，高雄还有1.46万呢。咱的平均薪资有较低，过来咱的就业环境无好，除了一个南科护国新山以外，有几个人会当去南科上班，其他呢？你讲的这个家户会当支配这以外，厝起甲无站无站。莫讲少年人买袂起，食头路20档的都买袂起，真正。这5档你敢知影？迄厝安怎起到我伫遮济档，我想无就对了。你台南市长第一摕土地出来甲拍卖破100万一坪哦。建商买去，你较叫建商讲你厝卖较俗的。我本来一坪土地甲你买40万、50万，你即马卖我100万，你叫我厝卖较俗的，是对啊毋对？你是头壳歹去尔。那可能要做赔钱的生意，系啊。所以我有甲质询，这点伊有改过来，所以后壁伊就变成安那标地上权，你标地上权，建商伊就无土地压力，安尼起来厝摊落，摊落了后，伊厝价就会回稳落来。但是你这量少啦，无法度大规模，剩的人迄土地拢建商家己去买，市场不断涨价嘛，一坪即马。我歹势讲，一坪超过30万呢，毋是市内呢，毋是市内呢。我甲恁讲，林德、安定、
善化、归零哦。恁我怎啊讲遮恁国区，恁在地就知影，对无？嗰毋是透天的哦，大楼，迄个6楼的，1楼做停车的，一平超过30万。哦，当然原物料是起价啊，原物料确实有起价，但是啥物人造成的？像那黄市长你做3栋外，阮台南市即马逐个厝买袂起。哦，当然袂使拢总怪伊，这袂使拢总怪伊。物件起价也有啦，哦，啊土地起价也有啦，啊起价就有人趁钱嘛，哦，啊有人买袂起嘛。所以未来我这个主体政策就是讲，用农机互建商，啊我换得来的厝，哦，我来照顾这个社会主体的人，啊上好恁就用租的，啊俗啊租到你无压力，006688对无？前2档毋免厝税，敢有人像这个厝主遮好诶？住2档毋免厝税，第3档拍6折，第4档拍6折，第5档、第6档拍8折，这就是安那用政策来帮忙少年人。哦，安尼咱的城市呢，少年人若稳定，咱的城市就会进步。啊，有少年人愿意结婚、愿意生囝，咱的城市就会生团，就会愈来呢愈发展闹热。啊，若无，大家拢老人出门拢6、7我一摆伫中西区国华街啊讲，迄袂歹，我台南市年轻人还不少，佫袂少哦。龙介兄，拜托好不好？我是台北下来的，外县市来玩的。是啊，真正讲，咱台南，我拄仔甲恁讲过，对15500到12500到9634，到今年出事的剩8800无够。所以这是台南市的危机啊！啊，我会对症下药。人讲食着药哦，青草食一盒，你若食毋着药，你人参食一招，所以断互着。好，这部最后敢有啥物话要甲咱的乡亲讲？我想，我会认真拍拼啦。恁互我4档，我做4档，我会互恁怀念40档。因为一个城市的改变哦，无法度讲用语言去甲你形容，但我已经大概足具体甲大家报告。溪南溪北稀微，溪北会使讲是佫比溪南较稀微，那么溪南佫比市内才较稀微。所以整个的城市呢，看无到希望，看无到未来，看无到光明嘛。所以我毋怕讲大家共同来拍拼，我来做一个冲击，来做一个带领。这个带领起来了后，后壁市长伊就爱照安尼来做，因为我会拍好基础，所以我伫遮毋望乡亲时代11月26，用你温暖的双手，新生的一票，来支持嘉良界，支持台南市。支持咱子孙的未来，尤其即摆你若有心的准备要生囝，你甲想看下，3万、5万，留主啊免钱。这你会过了真减轻足侪压力个，爸爸妈妈嘛减轻压力。爸爸妈妈的健保若换伫你的身躯顶，即摆嘛免答啊，对无？我市政府编出来补助我嘛，所以大家生活压力降低气氛会较好。啊无你也看卖厝伫头尾，你也暗时也甲听。窗仔拢有咧吵吵闹闹的声音啊，无钱就压榨嘛，对无？生活歹过，大家气质就歹嘛。点嘛，咱就爱互大家生活好过，安尼自然而然，咱的城市就对悲哀的愿望变做快乐的出旁。好，咱的生活若是要较好台南就爱改变，所以年底选举选票要转互啥物人，大家爱好好来思考哦。再一次感谢谢龙介梁介生到咱节目当中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好，感谢大家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再见。咱市民时下节目伫遮告一段落，咱再会。